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簡稱 LSCM 研發中心，過去1年將之前研發咗嘅技術加以改良，進一步提升物流同供應鏈管理行業嘅競爭力，幫助有需要嘅社群。由2012年11月開始， LSCM 研發中心協助香港海關同內地海關合作試行跨境一鎖計劃，將香港海關嘅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同內地海關嘅跨境快速通關對接，令計劃下嘅車輛可以節省多達2個鐘陸路口岸查貨時間。多年嚟，計劃已經伸展到廣東省嘅22個清關點，其中包括南沙保稅港區、江門市跨境電商快件分揀清關中心、廣州機場同深圳機場海關物流園等等，連同香港12個清關點，總共提供264條聯運快線。直到2016年2月為止，已經累積超過8400次試行，同埋處理255萬多票嘅貨物。隨住粵港海關喺2016年3月底正式推行跨境一鎖計劃，由 LSCM 研發中心研發嘅 IoT 快速通關安全系統，令粵港物流嘅清關更加方便快捷。LSCM 研發中心協助研發嘅技術，將粵港兩地嘅電子鎖結合為一，促成香港海關可以為業界提供無縫清關服務。個鎖喺香港同內地境內係分別用2套唔同嘅操作去監控，保障翻兩地執法嘅需求同獨立性。香港海關好感謝 LSCM 研發中心一直以嚟喺技術方面嘅支持同協助，令我哋嘅清關效率能夠進一步提升。有咗跨境一鎖之後咧，以前分開2個地區使用嘅電子鎖會變成1個，令到貨物嘅轉關同埋清關更加方便。仲有電子鎖嘅操作好簡單，所有關於個鎖狀況資料都會透過安裝咗喺車頭嘅顯示屏，利用閃燈同我哋嘅司機作出通知，咁係非常可靠。LSCM 研發中心亦都研發咗一套 RFID 視障人士手杖系統，透過導航語音提供指引俾視障人士，帶領佢哋以最短嘅路線行到目的地。呢套系統仲喺今年第44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中獲得金獎。而香港盲人輔導會嘅一間社企亦都決定發展相關業務，希望喺不久嘅將來喺商場、屋邨、街道等唔同嘅地方都可以用到呢套技術。如果視障人士行下蕩失咗路，佢哋可以利用 RFID 手杖所讀到嘅精確位置，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重新定位，同知道去目的地嘅方向同路線。608塞喺你左手面，去升降機請轉右再直行。升降機喺你前面。另一項新增功能就係我哋嘅雲端平台，所有路線或者地圖嘅變動都可以實時更新，方便視障人士即時更改行程。我哋用咗呢套系統之後，唔會好似以前咁行好多冤枉嘅路，同埋可以大膽啲去比較陌生嘅地方，擴闊咗我哋嘅生活範圍。LSCM 研發中心會繼續針對業界需求，進行唔同嘅技術研發，以提升業界效率。